政府会讲话，今嘛我就甲政府报互大家看。 那无证据就算了。别甲因讲我罪啦，你违背着亲情，啊，直接把你用。当我养总裁，楼骹遐不得不一个保全已经叫阮扶起来顶下骹滴水啊！啊，若这个场面哦，烂山的啦，有阮小天哦，当不了换身的，好当的。阿减妹，你这个大歹人大奸臣，我哪会轮甲你落这啊吼？较早你们拢做肉点，互你用要动，今仔我报鸟饲了完。你讲，错一个，了安啦。 我若唔敢，我就无来啊啦！一个炒米香，二个炒韭菜，三个酱酱滚，四个炒米粉，五个五种粉啊！各位，走！哎呦，看得真正，一车师傅兼冰棒阿苗。看起来，你实在是真酷。我跟你讲，你想讲要得到？魏正，我是无咧拍查某囡仔，不过我见过。 你若是伤过白目，我赶快对你动手。你这臭货！若是敢看到我一个头毛，我绝对告你告到死！郭医生，我是讲也免难恼啦，滚个死！咱各方面来找你者，搁甲调查叫恁遮好做伙。敢讲，第二步，你这小鬼多鬼，你竟然让人个后面来对付我，是坏了你性啊！第二步，你想是让我看不惯的？ 三个人讲都无唔对，我是来港海集团做卧底，杨哥唔是我的爸爸林忠兴叫我来，是调查局派我来调查你。后来我发现抓起来，意嘴毛，这就是现在严国峰严博士会甲我徛。袂哦，当初你甲我送落去，你甲检调单位合作反头，甲你夹一喙对吧？ 就爽。没这么麻烦。姐姐。一个空，没有高定纸条，
我用我设计好的文就完成啊。人翻乌即马变到乌密码。我唔对，这三人唔敢是乌，而且是乌素素，敢若剩喙齿是白。你莫互骗去啊！所有的代志拢是江国峰一个人做，我嘛是叫骗去，阮受害者呢。你莫阁辩解，我拢已经知影，恁就是惊我甲江副总联手起来对付恁，而且你嘛知影，我就是总裁真正的查某孙，所以恁才会安尼陷害我，我一定要告恁。无问题，若要报案，我绝对配合。3口子。人即马要告恁，爱告几落条，算看我会好。诬告、窃盗、泄露商业机密、背信、杀人未遂啊，算的规团。做爱心志工，绝对把这3个本事哦，请去恁派，我开，我提供。好，Thank you sir。总裁意志力真坚强，伊不但无变成植物人力，拄着我。所以江大海，伊今仔日有在条徛在遮，就是你暗中斗相共的。我们林耀武先生，不错的画面，我跟你讲，迄事先你这么简单就骗去啊！为家庭心肝共款遐，这样真困难。非伫即马落在你的手头啊！话要安怎讲？凊彩呢？无可能我袂讲。我再看卖啊，还佫有一份。为情痴，为情痴，为情为爱伤。你根本就无我的前提嘛！你哪有可能去做什么亲子鉴定啊？我咧讲，这报告假的啦！洪建辉，你这记忆真歹呢。迄天你大笑3声以后，你一回头竟然头前我的拔丝地瓜，你袂记啊？拔丝地瓜，我竟然互恁冲砍去！我会记你阵足得意的，比如讲江强华、江玉华甲总裁。是你摕你的 DNA 去对，然后甲伊调包，伊骗阮到的财产。我笑袂出来，也毋过你同款笑啊大水。真正就是你是皇帝了，这是大佬拢死了了。家伙，只要还我的，我一定找你。好，我等。啊，赶阮倒来警察局。早上。你莫想在你。提供背后有保庇，总算互这个歹人拢得到报应。总算是会回进来。阿婆姐啊，感动感动。吼，黄玉成，你今仔较慢啦，我嘛无四支脚对袂着啦。你只要是爱我对，我来甲你讲，我家己一人去买就好，你也硬要对。我知影你是因为高念慈要领做归宗，所以就欢喜的才会行遮紧啊。
毋过代志都已经敲定，阿爸袂改变，哪有差这几分钟啦？喂，你竟然哪会安尼啊？是行足紧的，就是小阳动落来。好吃。黄一晨一定是因为看到高念慈今日这么侪风波，总算是感情伤人了。啊，不过伊煞也是孤单一个人，才会感觉特别孤单寂寞，所以拄则才会啥物代志做到这么着急，就惊家己一停落来，迄种孤单的感觉就来了。晚上我们去玩溜滑梯好不好？好，走喽。黄一晨。你伫咧想你的情人？无啦，听。黄一晨，你有甲想要创啥啦？你看哦。黄一晨，你莫认真，我今仔变一个魔术互你看，我保证哦，你的心情一定会变好。看好清楚哦，加几滴，加几滴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1、2、3，变成两支啊！你这是对一个魔术啦？你这是骗3位囡仔的。我无看无代志，我看了心情阁愈歹。无啦，这只是暖身嘛，耍落来哦，还阁有更较精彩哦。赵子龙，你今晚咧写创啥？会像哦，我拄则变魔术互你看，互你嫌甲无实际好，一定要我牺牲设下耍宝，你才较欢喜哦。歹势啦，因为哦，你真正是跳了太好笑啊，所以我才安尼啦。那你今麦心情敢有较好？有啦，有较好啊。我知影你安尼做哦，是为着要甲我人好笑啊。多谢你。来。敢讲这就是别人讲的来电的感觉。啊，你甲伊徛咱遐创啥？人家等咱甲物件客转去的。对吼，行啦。公司创啥？行啊！哎，念慈，你会当拜你的亲生爸爸。过去啊，歹势啦，啊，我麻烦你来甲